来讲，无人机这几年发展真紧，唔但用伫咧防疫、农业啦、交通拢有真大的发挥。即摆呢，新竹县政府规划伫咧头前溪设大新竹地区头一个无人机的考试场，提供予人伫咧遮训练考照。专心操作飞伫半天顶的无人机，完成考试规定的项目。无人机管理制度上路，未来操作一定要有证照。新竹县政府特别规划，新竹地区唯一一大无人机考场。啊，不过新竹的风透甲真出名，也增加考试的困难度。其实我们在玩的话还好，虽然新竹风大是没错，可是地形的关系也造就比较安全的一个飞行的一个场域。这也算新竹这边在地第一个飞场。对，所以往后大家要考试来讲，就不用再往南北去奔波，就我们在新竹在地就可以去做考照了。负责单位表示，在考场设计时阵，针对新竹风头，嘛有特别用两边无同方向的规划来降低对无人机的影响。风势比较大的时候，逆风对考生来讲是比较不好考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场地呢，在站位的方式有做两边的设置，就是考生他可以选择比较好飞的一个风向来做测验，这样对考生取得证照也会比较有利。受委托管理场地学会表示，无人机考场的设置，除了方便新竹地区的民众训练考试，也当增加休闲活动，对推广观光有加分的效果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